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2礼拜前第2批坐专机为中国武汉返来台湾的民众，明仔载就会当解除隔离。即摆也是有真侪台湾人调离的乌北，因再一出来拍影片，讲因正想要赶紧返来台湾，且政府唔通甲因放袂记哩。即阵人拢互移民署列入注记管制的名单，除非坐专案包机，也则是经过核准，才会当返来台湾。因质疑这是无公平的对待。请求政府，我想回家。我都出门，只好手提白布条啊，表达诉求。离第2批武汉专机将近半个月，也搁停留在当地民众拢真着急，什么时阵才轮得到因？那现在最大问题是我们快2个月没有办法工作，赶快回台湾，能赶快回去工作。我家希望政府紧接阮回，唔通让阮放袂记。有人已经伫当地停留2个月，经济就下拢出问题，嘛担心伫台湾厝内人无人照顾，因家己拍影片，强调一直有自主健康管理，甚至有病院检查报告，身体健康。但是即马留伫个乌北的民众要返来台湾，也阁有卡着移民署的注记管制。武汉是一个重灾区，到今天为止，大陆的这个北京政府都没有对武汉城解封，所以表示这个情势啊，看起来虽然在控制当中，但是我们必须还是要很小心谨慎。希望政府一视同仁，不要有歧视待遇。注记管制一天若无解除，这停留伫武汉的民众，就只会当经由专案的包机，或者是经过核准，才会当返来台湾，互回家之路更加遥远。但是台湾的境外移入确诊案例不断的增加，伫防疫医疗量能以及回家诉求之间，也是存在着无度准则的平衡。